来看台北市的消息，台北市长蒋万安就任要满3个月啊，不过依照上新民意调查显示，伫6都的首长的市政满意度，蒋万安敢若得到41%，伫6都内底排名上尾名吊车尾。议员有咧批评讲，这个蒋市府虽然推出公办的途径、催生作用等等有真侪利多的政策，不过市民无认为讲世界野钱这款的行为，这意思讲对这个蒋市府施政拢无感觉。针对这点，蒋万安表示讲，若做无好的、做无够的所在，会加倍拍拼，做更较好的，继续互市民有感觉，打造幸福的都市。穿硬正西装参加国民党台北市议会党团的交流，台北市长蒋万安赶伫咧开记进前，和议员博感情。不过上任满3个月去，施政表现敢若爱搁较加油咧。上新的民调显示，6都首长施政满意度内底，台中市长罗秀燕以67%摕到冠军，过来分别是新北市长侯友宜的61%，高雄市长陈其迈56%，阿汤市长张善政和台南市长黄伟哲是45%排第4，蒋万安刚摕到41%排上尾，内底嘛有超过4成民众表示无意见。蒋万安在上任台北市市长之后，释出非常多的利多大撒币，依然不能够获得市民的认同。市民不喜欢用钱来解决市政的市长，而是在意能不能用心来解决市政的市长。虽望蒋万安小说推出公办途径、交通、催生囡仔和作用的政策，不过团出和里长、议员拢和你交流，嘛互市政的表现，无法度反映伫咧成绩单。愿意面对，愿意来解决。所以我想我们会持续的努力，做不好的地方、做不够的地方，我们加倍努力，把它做到更好。蒋万安想要展现决心，不过民调数字煞真歹看，想要带领台北行向公营，恐行到真侪所在，爱改善加油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